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18年嚟一直專注於廣告製作同埋社交媒體嘅經營，我幫助咗好多唔同嘅品牌、保險嘅導師同埋我嘅學生做出成績。喺呢10幾年嚟，我喺唔同嘅社交平台投放咗超過1800萬嘅廣告費，幫助到我自己嘅公司同埋我嘅客戶取得超過10萬名精準嘅客戶，而我亦都建立咗15萬名粉絲嘅平台。好多保險業嘅朋友同我講，出 post 同埋拍片都冇乜方向，落廣告又冇反應，又冇流量，啲 lead 又好假。其實唔係你唔努力，而係你未用得一個正確嘅方法。所以我設計咗呢個流量解密 AI 廣告班，將我18年嘅廣告製作同埋經營社交媒體嘅經驗濃縮成一個系統，由零開始幫你打造有影響力嘅個人 IP。我課程內容包括打造成功 IP 嘅3大元素：高質量短視頻製作、製作超真實嘅數字人、自動化嘅 AI 實戰應用、Facebook、IG、YouTube、小紅書、抖音同埋視頻號平台嘅經營策略，從流量到流量嘅變現模型。呢個課程可以話係全乾貨、全實戰，手把手教你點樣配合專業嘅製作、AI 工具嘅輔助底下，賺到流量、賺到信任、賺埋成家。想成為下一個爆紅嘅 IP， 咁你就要報名流量解密 AI 廣告班嘅分享會啦，一齊解鎖屬於你嘅流量密碼。